IG 嚟自大攬炒，好多人嘅 reach 咧直接下降咗，可能你都係負節之一。Instagram 咧最近懲罰一種咧好多人用而且成日用嘅一個功能，叫做 Trial Reels。因為好多人重複 upload 自己嘅影片成為 Trial Reels，從而去攞多啲嘅流量，攞多啲嘅 fans。不過從今日開始，如果大家繼續 upload 舊嘅片成為 Trial Reels 的話咧，Instagram 將會去減你嘅 reach。Trial Reels 本身嘅設計咧，就希望大家拍完段片之後咧，佢幫你派俾一啲冇 follow 你嘅人，從而當係一個嘅 test。於是乎呢個叫做 trial 啊嘛。如果嗰一個 test 做得好嘅話咧，就會俾多啲人睇。個 test 做得唔好，咪收起佢當冇發生過咯。但係偏偏大家就諗，既然係俾一啲冇 follow 我嘅人睇咯，不如就將一啲舊嘅片 upload 上去啦。我舊嘅片都好多人冇睇過嘅啫，但可能因為咧大家不斷 upload 舊嘅片嚟賺流量。自從 Trial Reels 出咗之後啊，其實我經常俾 Instagram 推薦一啲咧非常相似，好似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嘅片咁。冇辦法啦，可能同一段片你都 upload 過幾次，成為 Trial Reels。而呢個咧係直接影響緊 Instagram 嘅推薦生態嘅，佢嘅推薦失衡，用戶嘅體驗咪大受打擊咯。所以佢哋懲罰咁樣去使用 Trial Reels 嘅人咧，都唔係冇道理嘅。不過咁講，如果 Trial Reels 冇咗呢啲沖流量嘅功能，你仲會唔會用啊？